大家好，我係進家居嘅設計師阿 Luke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單位，係都會站一期嘅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76尺。首先我哋睇一睇個客廳，呢度我哋用咗柔和嘅米色同清新嘅綠色調，營造咗一種舒適嘅氛圍。梳化嘅設計既時尚又實用，配搭起圓形嘅茶几，為到空間增添咗柔和嘅線條感。而牆面上，我哋亦都用咗獨特嘅石材元素同埋弧形嘅線條，令到整體嘅視覺更具層次感。跟住到飯廳，我哋選用咗簡約嘅餐台同餐凳，去俾業主用餐嘅時候更加輕鬆。同客廳嘅流暢過渡，令到呢個空間非常適合家庭嘅聚會同朋友嘅聚餐。然後我哋嚟到廚房，呢度嘅設計以實用為主。淺色嘅櫃身同特色花紋嘅牆磚配搭，令呢個環境增添咗一絲活力。L 型嘅佈局有效利用咗空間，去令到烹飪嘅過程變得更加方便同流暢。跟住到主人房，呢度我哋用咗柔和嘅色調同溫暖嘅木質元素，俾人一入到嚟就感受到放鬆嘅環境。床頭嘅設計，我哋唔單止注及美觀，我哋更將佢同書台部分做咗 connect， 提供充足嘅儲物空間之餘，令到整體睇落嚟更加整潔有序。然後到衣帽間部分，我哋採用咗玻璃嘅元素同開放式嘅衣櫃，令到呢個空間睇落去更加通透。內部嘅燈光配置令到每件衣物都能夠清晰可見，增加咗實用性同便利性。總括而言，呢個設計充分展現出現代家居嘅舒適性同實用性，無論係家庭嘅聚會定係日常生活，都能夠提供到一個理想嘅生活空間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哋嘅資訊，歡迎 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拜拜。